行雷劈停和諧號撞飛墮橋，32死。京滬高鐵通車唔夠1個月就發生嚴重事故。尋晚8點幾，一列由杭州開往福州嘅和諧號動力火車駛至溫州市雙語鎮嘅時候，懷疑被雷擊中，失去動力停車，再被隨後嘅列車撞向車尾，導致第15同16節車廂出軌。其中一節由高架橋直插地面，另一節就懸掛半空。當局出動10幾架消防車同過百人到場搶救，但天黑同暴雨增加咗難度，直至凌晨已經有32人死亡，過百人傷，大部分傷者腰椎同頭受傷。鐵道部副部長已經趕赴現場善後。有專家就話，先進嘅鐵路設有自動保護系統，就算停電，尾隨嘅車長都應該睇到剎車。認為事故涉及人為因素。關注高鐵問題嘅團體就話，事故凸顯高鐵並唔安全。正在興建嘅高鐵香港段，鐵路硬件由香港負責，但營運軟件就由內地負責。若果高鐵再出現嚴重意外，就冇人敢搭。